即卖诈骗集团为着要突破银行甲警方的警戒，手段嘛愈来愈多。台中市有一个民众，互诈骗集团骗去银行汇钱哦，佮爱伊绝对唔通假讲话，无投资就会失败。佮有一个民众去拄到交友诈骗哦，诈骗集团佮教伊讲爱安怎骗银行，才会当顺利把钱汇出去。我知道那是你的钱啊，可是我们也是因为诈骗太多，我们关心你一下。现场银行的行员甲警察拢真耐心问这个姓郑的民众，讲这钱是要汇去倒位，有啥物用途？不过伊就是无愿意说明。警方顶一日接到西屯区一间银行的通知，有一个姓郑的查甫人讲要汇43万，不过看着真紧张，讲话嘛讲袂清楚。经过警察甲伊考劝，伊才讲是加入投资的群组，不过无愿意提出甲对方的对话，一直到警方通知因牵手到现场，确定伊就是落入去投资诈骗的陷阱。如果是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不要汇啊。一名邓姓男子疑遭投资诈骗，对方声称天机不可泄露，要求隐瞒汇款用途。因若台中另外一个民众拄到交朋友的诈骗，对方佫教伊安怎骗过银行的行员，才会当顺利汇款。汇款给不同人，然后还要给你汇款的名目，还要叫你强硬一点。我撇除你前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后半段就不对了。这个民众迄天去银行要汇30万，用途讲是要买保健食品，不过要汇互啥物人，煞是讲袂清楚。一直到警察去现场了解，伊才讲是加入约会交朋友的网站，若是要约会，就要先欠钱入去。诈团更细心指导受害人如何应付银行关怀提问，深入了解后，该汇款账户甚至已被列为警示账户。加在这个民众有听口劝取消汇款，根据台中市警察局的统计，台中市今年1月至6月，就有14000多件的诈欺案，已经要挖113年规个年度案件的数量，呈现10倍成长。其中以投资诈骗占上侪，对方若是要求要暗砍汇款的用途，大部分拢是诈骗，提醒民众都要提高警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